也许命不在于忽然相遇。
有大提摩太，对不对？好，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举手一下。哎，拍手了，对不对？好，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平常是礼拜天在巡视啦，哈，但是这一周特别请假3天，来陪伴这些小朋友，他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没有休息，3天密集的哈。来，我们的大提摩太举手一下。自己承认是大提摩太，就是已经离开在大学研究所的，举手一下。你们都不承认是大提摩太，好，小提摩太举手一下。好，这鼓掌。这一次我们是3年之后就重新举办，我们请校长来讲几句话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回味了4年，由主日学老师和提摩太青少年，一同携手合作的夏令营，终于在今年2023年重新登场。那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我们原本担心青少年的人数比较少，是不是有足够能够陪伴学生的小队伍？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教会有一群中保代祷同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所以感谢神亲自呼召了教会的年轻人出来服侍，而且越来越多，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看见其实这些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我们自己主日学长大的孩子所以如今都变成夏令营的小队服来，或者是小帮手来服侍弟弟妹妹。我们这些好，不要再讲了那我们看见这群年轻人其实他们虽然年轻，可是他们很愿意学习，而且对不熟悉的一再的反复的练习，甚至都练到晚上10点半、11点才回家然后而且很愿意亲手做工，很有礼貌，而且愿意尊荣我们这些年长一点点的老师们然后其实看在我们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里面的眼里面是甘心而且也很感谢他们的付出。那更要感谢一群长期委身在儿童事工的老师们，还有刚加入的青年，那个比较年轻的一群新血，还有几位在提摩太的辅导，然后跟瑞平牧师，我们大家愿意把自己埋在这个看似不是很紧急，可是是很重要的合场里面，谦卑的服侍儿童跟青少年，摆上自己，而且坚守在这个位分上面不动摇。那还有几位主动报名加入夏令营服侍的教会姐妹，我们也非常感谢，因为他们也在微小不起眼的地方不发一言的尽心的谦卑服侍。也感谢夏牧师跟谢牧师每天都来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坚固我们的心。然后还有长老们为学生祝福祷告。那还有教会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为我们每天准备了饮料、冰品，然后在夏天可以消暑。还有或者是自制杯狗，让我们可以得到饱足，所以我们大家的爱跟扶持，我们都收到了。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共同的代祷，让我们完成了今年这一次第一次重新出场的夏令营，谢谢大家。那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在宝座。好，拍手。